đô ta đi đô cái gì đi ôi mà我边路完了，那挺高。别接他，喂，别接他，那个哦，没来，那不会哦来了。别接他，喂呢？哎，别来。完了完了，看着我来了。这个人们来了，这个来了。我讨厌那地超市啊！别接他，为了别接他，为了啥了呀？别接他。马路完事啊！这路啊，也得过了你喂，那别接他。我把这个的买的8万呀。买这来的。哦，把这个的我买来的。我收了了。啊？我收了货。我就去啊，也没掏来去，掏的在了，我们家里。我得多拿货。啊？得多拿货。哦。在我的货哎，在货。我可能找来去。我那咋个巧呢？我们过来不10块钱。我咋个巧的啊？这样。啊？这就要。几位？要。几位？
面呀？不咋不来没得去。没那对了吧？然后到不了，我咋了呢？这个解放前的，这把那个解到高，啊，这把那个解到高，把人还老了打开这里，提走了的，其实这个白漂亮的白我看见了，我们呢，那挺可大的。这样的呢，我看见是那个，啊。在高山那个成都这个马路啊。